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而家百科，我係 RCIC Nicole。Hello，大家好，我係 Raymond。Raymond 啊，最近好多香港人都有同一個疑問 ，Hong Kong Pathway PR 審批得咁慢，究竟有冇其他途徑可以快啲攞到 PR 呢？都有㗎。咁其實除咗港人救生艇之外咧，其實加拿大政府都有好多唔同嘅移民嘅 program 咧，去俾人申請移民嚟加拿大嘅。例如一個大家都好熟悉嘅就叫做 Express Entry EE 嘅 program 啦。咪住 EE 難度好高㗎喎，我都冇500幾分。大家一般聽見 EE 咧都會有啲卻步嘅，覺得咧係高不可攀，因為咧 EE 其實係一個咧佢計分制度嘅系統嚟嘅。咁就係話根據大家好多個人嘅 profile 啦，裏邊唔同嘅嘢，例如你嘅年紀你嘅學歷各樣嘅嘢，去得出一個總分。而個分數越高，咁就越大機會咧，俾政府去抽到你申請去 PR 入嚟加拿大嘅。咁但係其實當中你話係咪好高分咧？係嘅，而家因為而家最近我哋見到咧 CRS 咧個分數，你起碼都要520分樓上咧，先至有機會俾政府咧係抽到你，作出邀請你申請 PR。咁當中就算高過500分嘅人，而家喺個申請表排隊裏邊嘅人有幾多呢？高過500分嘅人，而家都差唔多有3萬人喺個隊裏邊排緊。咁所以個競爭係好激烈嘅。咁話說回頭啦，咁其實 EE 係咪真係咁難先至可以俾政府抽到你去申請 PR 呢？但其實亦都唔係咁難嘅。點解呢？過往嘅經驗咧就係話加拿大政府咧見到喺個 EE 個 program 裏邊，佢抽咗好多高分嘅人，呢啲人才入到嚟加拿大，最後係咪真係幫到加拿大嘅經濟各方面嘅發展呢？咁其實見到亦都唔係有個絕對必然嘅關係喺度嘅。咁有鑑於此啦，咁喺2023年咧，政府咧就喺 EE 裏邊咧出多咗一樣嘢，嗰個就叫做 category-based selection。OK， 呢個我簡稱佢為 CBS 啦。咁 CBS 喺 EE 裏邊其實係一樣咩嚟嘅咧？CBS 咧就調翻轉啦，佢就唔係純粹話睇翻每一個申請人究竟你個分數高唔高，分數佢仍然係會計嘅，但係調翻轉，政府就話我想喺呢啲人裏邊去揀一啲人才。呢啲人才佢嘅職業佢嘅工種咧，其實係配合到加拿大經濟嘅發展、國家嘅發展。其實就算你嘅工作如果係配合到加拿大嘅政府嘅發展咧，調翻轉你個 CRS 咧，有機會唔需要500幾分，相對於低啲嘅分數。但係正正就係加拿大而家政府需要嘅人才，咁佢都會作出一個邀請，去邀請你申請 PR 嘅。咁或者我都可以同大家同Nicole一齊高呼下，究竟而家喺呢個 CBS 裏邊咧，有邊大6類型嗰個 category 去俾大家去參考下。呢6大 category 包括 French language proficiency、healthcare and social service occupations、STEM occupations、trade occupations、agriculture occupations， 最後亦都加入咗 education occupations。咁我就講一講第一類型啊，講緊係講法文叻嘅申請人。咁點樣為之叻呢？即係喺語言考試裏邊成績起碼要攞到 CLB7嘅水平，咁你就為之一個講得法文叻嘅人。咁今年如果係你真係講法文講得叻嘅話呢，就非常之有着數啦。因為由年初去到而家啦，已經有接近2萬個申請人呢係講法文叻而被邀請咧去申請PR 嘅。第二類係醫療同埋社會服務行業，包括醫生、註冊護士、醫療技術人員同埋照顧老人家、殘障人士嘅工作者。大家留意翻喺2025年2月，IRCC 對呢個 category 加入咗新嘅改動，當中有2個新嘅職業代碼，分別為 Social Worker NOC 41300、Soci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Worker。NOC 42201都被加入咗喺裏邊。如果你係從事社工、家庭支援、青少年服務呢啲工種，而你亦都有加拿大工作經驗或者相關資格，呢個就係一個好時機啦，因為你有機會喺 Express Entry 呢個 category-based selection 被優先揀中嘅。好啦，咁第三類啦，第三類就係 STEM 嘅行業裏邊啦，即係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同 Mathematics。咁呢個類別咧係針對高技能嘅專業人才，特別係咧同科技有關嘅專才啦。咁以下咧就係官方IRCC 列出嘅其中一啲嘅例子，例如 NOC 21300 Civil Engineer、
NOC 21220 Cyber Security Specialist、NOC 61300 Insurance Agents and Brokers。係啊，大家冇睇錯啊！保險業咧其實都入咗 STEM 嘅裏邊喎。咁我覺得可能估計啦，可能因為加拿大嘅市場咧對於專業嘅保險啦都有一定嘅需求。咁尤其是係針對一啲叫企業保險啦，咁亦都有可能咧係配合加拿大某一啲省份嘅發展啦，例如 Alberta 啊或者 Saskatchewan 啊，佢哋咧都需要一啲咧特定嘅保險顧問去幫助咧佢哋嗰個省嗰啲農業咧去發展嘅。咁而最後一個 STEM 嘅我介紹嘅就係 NOC 21301 Mechanical Engineer。咁呢度我哋都順帶一提啦，STEM 呢個類別咧，咁其實而家咧亦都有啲更改嘅。以前嘅 STEM 類別咧，喺呢個 CBS 裏邊咧有24個行業都屬於 STEM 嘅，但係而家咧就已經剩翻11個行業啦。當中 Software Engineer 就以前喺度嘅，而家都已經唔再喺呢個類別裏邊啦。跟住想講嘅係技術工種類別 Trade Occupation。學一門手藝喺外國永遠都係咁殺食嘅。呢個行業包括水電工、水喉匠、接焊工人、廚師等等。如果你有省級技術認證嘅話，例如 Red Seal， 仲可以加多50分添喺 Express Entry 裏邊。咁下一個行業咧就係講緊農業啦。咁農業裏邊咧，其實而家就只係剩翻一個 occupation 嘅啫，就係肉類切割員 butcher。咁啊，可能 butcher 就比較殺食啲啦，將其他嘅農業行業咧都 cut 走晒啦，就 cut 剩佢自己喺呢個行業裏邊啦。最後就係教育類行業 Education Occupations， 呢個類別係2025年2月最新加入嘅，涵蓋嘅職位包括中小學教師、教師助教、幼兒教育老師助教等等。如果大家喺加拿大都係從事以上嘅職位，而家就多咗一個機會透過 Express Entry 嘅 Category-Based Selection 去申請 PR 啦。同一時間 ILCC 咧都係喺2025年2月刪除咗運輸類別 Transport Occupations。之前啦，有得香港朋友都注意留意緊卡車司機嗰啲職位，而家咧就唔再屬於呢個 CBS 裏面噶啦。頭先都同大家講咗6個 category 啦，但其實每一個 category 裏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工種嘅。我哋由於片長嘅關係啦，我哋就唔喺呢個 video 裏邊咧同大家講晒全部嘅 occupation 啦。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做緊嘅工種係咪屬於 CBS 裏邊揀選出嚟嘅咧，咁或者你想又計下分，究竟自己有冇機會收到 ITA 被邀請申請 PR 咧？咁都歡迎大家咧同我哋聯絡，咁我哋都可以幫你 check 一 check 嘅。咁其實好多而家參加咗救生艇嘅香港人咧，其實都有一個 advantage 喺度嘅，因為大家咧其實都已經喺加拿大讀過書，或者而家已經加拿大工作緊。咁變咗你就已經係有呢個加拿大嘅工作經驗或者加拿大嘅學歷。咁相對於喺 CBS 裏邊咧，你可以就用相對低嘅分數咧，喺指定嘅行業裏邊咧被抽中。嗱，咁講個例子咁講啦，就好似上一次 Trade Occupation 嚟講，喺 CBS 裏邊咧有1800個人係被邀請去申請 PR。咁當中最低嘅分數只係433分，就已經係可以被抽中啦。咁亦都例如舊年嘅 Healthcare 啦。舊年嘅 Healthcare 咧，甚至乎咧個分數低到422分咧，都被政府係抽中去申請 PR 嘅。咁所以成個 CBS 嚟講咧，係對於咧唔同職業嘅人咧，都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喺度。咁當然講緊咧就係頭先講嘅指定嗰6種嘅行業或者工種。咁不過大家都記住啦 ，CBS 裏邊嘅 occupation 咧，其實政府咧都係不定時咁樣有機會更改嘅。而家想同大家講下點樣可以喺 category-based selection 裏邊被抽中呢？首先，你必須符合 Express Entry 嘅基本資格，即係話你必須符合 EE 裏邊3大移民計劃嘅其中一項。第一個 Federal Skilled Worker 聯邦技術移民，第二個 Federal Skilled Trade 聯邦技工移民，第三個 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加拿大經驗類移民。所以大家必須睇下自己究竟符唔符合 EE 嘅基本要求。如果你唔符合嘅話咧，即使你個行業係指定類別，都唔會被抽中㗎。咁講完category-based selection 之外啦，咁想 update 下大家最新嘅 LIMIA 嘅安排。
咁喺3月25號啦，聯邦政府就取消咗 LIMIA 喺 EE 裏邊加分嘅安排。原本如果係有一個 Tier 00類高管職位嘅 LIMIA 啦，就會由200分取消為0。Tier 0123原本有 LIMIA 係會有50分嘅，而家都會取消咗㗎啦。咁對於香港人嚟講呢，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因為大部分我哋行 Stream A、B 嘅香港人呢，都係冇 LIMIA、LMIA 嘅。咁所以變相嘅話，呢個成個 EE 個 system 個分數呢，有機會下調㗎。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講咗好多關於 CBS 嘅資訊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消化一下啦。咁但係其實嚟到呢度呢，喺成個申請過程裏邊呢，只不過係一個頭盤。咁其實個戲肉喺邊度？個戲肉就係話，當大家真係俾政府抽中，發出 ITA 邀請你哋做 PR 嘅時候呢，咁呢度先至係成個 CBS 裏邊個戲肉。點解咁講呢？因為當大家收到 ITA 嘅時候呢，其實移民局就係需要大家呢去補充翻所有嘅 document， 去引證翻當日你 create 個 profile 去申請呢個 EE 嘅時候呢，你填嘅資料係準確冇誤嘅。咁我舉個例子啦。好多時大家都話嗰度好簡單啫嘛，當入機啫嘛，佢問乜咪答乜嘢咯，入咗就 OK 㗎啦。咁其實你入咗資料之後嚟到呢個 ITA 嘅階段呢，有好多時大家就會發覺咧就話其實我當中呢又轉過幾次工，咁我變咗我個 job title 可能唔同咗啦，甚至乎我嘅 job duties 都有啲出入啦。咁更加重要係咩咧？更加重要係其實當中喺 CBS 裏邊咧都好注重咧大家嗰個 primary occupation 嗰個 NOC 曲嘅。咁其實如果轉過幾次工，就算你喺同翻一個範疇裏邊工作，可能你個 NOC 曲都已經有出入。咁嚟到呢度你先至發覺原來嗰個曲我係用錯咗，因為我轉過工，又或者當初我自己對個工作上面有少少誤解。冇查清楚究竟屬於邊個 NOC 曲，喺呢度先至發生問題咧。咁當去到呢度，你先發覺咧，咁其實就已經係太遲㗎啦。有機會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咧，而移民局咧係拒絕咗你嗰個申請，就唔會再俾個 PR 嘅申請俾你㗎啦。咁講咗咁多個 CBS 今日，咁其實如果大家對於自己，你話我而家個工作，喺個 CBS 嘅 program 上面，我係咪有個受惠呢？係咪跌到入去嗰啲 occupation 呢？又或者我申請 EE 嘅時候，我自己都嘗試去計分，不過有啲嘢我又唔係好清楚究竟個計分方法係點樣，想更加了解自己實際 CRS 嗰個總分係幾多，甚至乎除咗救生艇或者我哋今日講 CBS 之外呢，你對加拿大其他嘅移民嘅通道，你都想了解多少少喎？咁歡迎大家咧係隨時 WhatsApp 我哋，咁希望我哋都可以為大家解答唔同嘅問題啦。咁我就今日就節目嚟到呢度啦，下次再同大家探討其他嘅話題。拜拜。拜拜。